佢老的祭司第25章第一筆產業。1920年嘅聖誕節，豪威爾同太太終於由非洲返到英國屋企。當佢哋一踏入宣教團總部，所有見到佢哋嘅人都話：我從來未見過一對夫婦休完假返嚟仲可以咁精神。豪威爾笑住回答：其實我哋呢6年真係當係度假，但佢心入面知道呢6年唔係輕鬆，係完全為神燃燒。返到英國之後，理事會堅持要佢哋休息幾個星期先開始服侍，但豪威爾覺得6個星期簡直係折磨。一開始聚會，佢就馬不停蹄四圍做見證，一做就做咗3年。關於佢哋喺非洲所經歷嘅大復興，所到之處都引起極大迴響，福音嘅門為佢敞開，蒙恩得救嘅人數都數唔晒。理事會都承認聖靈藉着豪威爾所做嘅工實在唔尋常，所以佢哋批准佢做自由傳道人，並且要佢用5年時間喺各個英語系國家向神嘅子民做見證。豪威爾話：我覺得冇一個職份可以同呢個相比，可以向成千上萬嘅人作見證，可以喺蒙恩嘅人面前作激勵嘅工作。佢又話：喺我悔改之前，我曾經有機會周遊列國，但當時我放棄咗。而家主將呢個機會再一次俾返我，但神嘅計劃永遠超過人所諗。1922年喺蘭諾德靈修會上，豪威爾對住極多會眾傳講信息，佢話語中帶住嘅能力感動咗每一個人。雖然佢只係第一位講員，但主席確德先生竟然要求佢一講完道，就即刻呼召大家奉獻自己俾主。豪威爾一呼召，全體會眾，包括主席、講員，全部站起身回應。第2位講員蘭恩牧師見到咁嘅情景，就話：我已經唔需要再講啲乜，聚會可以到此為止。聚會完咗之後，即刻有一位牧師走嚟同豪威爾講：因為有咁多年輕人回應神嘅呼召，我哋急需要喺威爾斯為佢哋提供一個訓練嘅地方。我哋應該求主賜一所訓練學院。豪威爾第一個反應係：呢件事同我無關。但當佢哋一開始祈禱，主就清楚對豪威爾講：你要謹慎地禱告，因為我要藉着你建立一所訓練的學院。豪威爾嚇一跳，佢只能夠對主講：如果你真係要咁做，請你用聖經嘅話語親自印證。當晚你當剛強壯膽去行，不要懼怕，因為耶和華神與你同在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丟棄你，直到耶和華殿的工作都完不了。他會供應他連得的金子，以當時嘅金價計算，大約係6150磅。當豪威爾同太太為呢件事禱告完之後，一個極大嘅考驗臨到，因為呢個呼召等於要佢放棄原本計劃，放棄去世界各地傳復興信息，同時亦意味住要背起一個全新更加沉重嘅財務擔子，而且主係要佢完全憑信心去做，唔可以靠原本穩定嘅奉獻來源。最痛嘅係去非洲時，佢哋已經放棄咗一個親生仔，而家再蒙召，就等於要放棄成千上萬個喺非洲屬靈嘅孩子。當時豪威爾同太太原本計劃3日之後，佢哋會私下去美國做一趟私人探訪旅行，所以佢哋就把握呢個機會向主採取一個步驟。佢哋對主講：主啊，如果呢個新呼召真係出於你，請你喺聽日用一筆足夠支付旅費嘅奉獻嚟印證。呢個要求一啲都唔簡單，因為照你講，佢哋係領固定薪資嘅宣教士，
一般人唔會再特別額外指定奉獻俾佢哋，但係第二日真係有人特登指名奉獻俾佢哋138磅，而其中有50磅係來自一位11年前因為佢哋而得救嘅人。嗰個人當年向主許過願，如果主讓我再見到豪威爾，我就奉獻50磅。冇到，神真係聽咗佢嘅禱告，安排佢哋再次相遇。豪威爾夫婦感覺呢筆奉獻非常神聖，於是佢哋又再向宣教團獻上100磅感恩奉獻，就好似大衛喺伯利恆把井裏面嘅水倒喺主面前一樣。佢哋覺得呢啲唔係自己嘅，係屬神嘅。去到美國之後，佢哋向好多會眾傳道，亦拜訪咗唔少有名嘅福音中心，例如紐約富爾頓街嘅禱告會。但最令豪威爾震撼嘅係芝加哥嘅穆迪聖經學院。豪威爾話：我走咗4000里路嚟睇呢間學院，真係值得。我睇過好多地方，但呢度最偉大。呢度有900位男女，全部係神親手揀選呼召嘅。就係佢坐喺講台上，準備向眾人講道嗰一刻，神終於將建立學院呢件事，完全係佢心裏面安排妥當，令佢再冇疑問。主係佢心入面問佢：你覺得我可唔可以喺威爾斯都建立一間咁樣嘅學院？豪威爾回答得好直接：你當然可以，因為你係神。但主又再問：不過我要做嘅工必須靠人去完成，你願唔願意去同嗰啲年輕人講，我要喺你身上藉着你建立嗰間學院？豪威爾講到呢度時，佢自己都話，就喺嗰1秒鐘，我嘅信心堅定咗。學院喺嗰一剎那已經開始建造。之後，當佢哋返英國，返去布里南半途中，佢哋再一次作咗一個最後嘅決定。佢哋去到自己最鍾意嘅地方，布萊克山。喺嗰度，佢哋屈膝喺主面前，再一次將自己完全交俾神，願意成為主建立學院嘅器皿。但嗰一日，佢哋身上所有嘅錢只得16先令，而呢個決定帶嚟一個好令人傷感嘅後果。佢哋必須退出宣教士團。對兩邊嚟講，呢個都係極困難嘅抉擇。理事會唔想佢哋走，如果唔係佢哋直接從神領受命令，佢哋自己都唔捨得離開宣教團，離開同工，離開心愛嘅人。而且更現實嘅係，佢哋完全唔知道學院要起喺邊度。佢哋好似亞伯拉罕咁，離開本地，卻唔知道要去邊。去到1923年初夏，有個朋友邀請佢哋去一個海邊小城度假，對方仲提供一棟有家私嘅屋，免費俾佢哋住。佢哋本來諗住可以真正休息一下，但一到埗，怪事就發生。豪威爾突然好強烈咁覺得，我哋唔應該留喺呢度。佢對太太講：我從來未試過咁討厭一個地方，我唔鍾意呢度。不如去我爸爸提過嗰個地方，曼波斯 Mumbles 啦。佢自己都覺得好好笑，免費有間屋俾你住，你反而唔想要。但佢哋一去到孟波斯，就即刻知道呢度係神要佢哋停留嘅地方。佢哋喺嗰度住咗1個月。豪威爾大部分時間都喺懸崖上，唔係因為佢特別鍾意海，而係因為佢要一個人親近神，去思想下一步點行。有一朝早，佢2個朋友海利禁、伊文斯教授同路易斯牧師嚟同佢一齊禱告。海利版伊文斯教授聽講豪威爾仲未知道學院要設喺邊度，就提議不如設喺天鵝海 Swansea。豪威爾唔敢隨便答，因為佢唔清楚呢個係唔係主嘅心意，所以佢喺禱告中好清楚咁求主：如果天鵝海真係你指定嘅地方，請你喺我下星期去開席之前指示我學院嘅確實地點。主嘅回答非常直接：
我會喺聽日指明俾你。第二日，豪威爾同太太一齊喺曼波斯條路上行緊，嗰條路係沿住天鵝海灣嘅。行到一半，佢哋經過一塊喺小斜坡上嘅產業，可以俯瞰成個海灣。豪威爾留意到嗰棟屋係空嘅，佢哋走到大門前，見到個名牌寫住格林德溫，就係佢哋企喺嗰度嘅時候，主嘅話好清楚咁臨到佢。呢度就係你哋嘅學院。豪威爾後來形容嗰一刻話，呢棟大宅對我哋嚟講實在太靚太大，我對佢嘅價值完全冇概念，但我估一定超過1萬磅，而我哋全部嘅財產只有2000令。佢即刻諗起主之前嘅應許，一他連得金子6150磅，但現實係佢哋連1成都冇。當佢哋仲企喺門口，個園丁行過嚟同佢哋講，屋主叫威廉咁，愛德華係一位報商。豪威爾話，聖靈跟住教我要向主求一個不可能嘅確據，作為他應許嘅憑證。佢解釋，因為如果神俾你一個不可能發生嘅印證，你就會知道呢樣嘢係出於神，唔係出於人。於是豪威爾向主求，主啊，如果呢件事真係出於你，請你喺2日之內派一個識屋主嘅人嚟我哋中間。要知道佢哋喺曼波斯係一個人都唔識。豪威爾話，我記得嗰一晚我心情好複雜，一方面如果神冇印證，我就可以自由自在咁過未來10年，但如果神真係印證，我就要被呢個呼召綁住，準備打一場大仗。第二日朝早10點左右，當地一位牧師打電話嚟，原來前一個星期日，豪威爾去過佢教會，但嗰日牧師唔喺度。而家牧師聽講佢嚟咗，就打電話邀請佢過去飲茶。一坐低，豪威爾第一句就問，請問你識唔識一位叫威廉愛德華嘅先生？牧師即刻回答，識啊，我同佢好熟。豪威爾話，嗰一刻我心入面就知，呢件事真係神，但同時一陣陰影又壓過嚟，因為佢知道如果學院真係要起，佢就冇得再過平靜生活，只有經歷過同樣呼召嘅人先會明白佢當時嘅感受。之後豪威爾準備親自去見愛德華先生，但嗰陣時佢身體好虛弱，好似大病初愈咁。沉重嘅壓力、黑暗嘅思想不斷攻擊佢。魔鬼對佢講，你一向都係自把自為，你又冇錢，又冇做生意嘅訓練，你憑咩去買咁大棟屋？佢話，我幾乎冇勇氣按嗰個門鈴。當佢同愛德華先生講明來意之後，對方回應得好冷靜，亦都有其他教徒睇中呢個地方，不過唔係你呢個教派。我今日要去倫敦，如果你下次再嚟，我會考慮。好明顯，愛德華先生根本唔相信一個宣教士有能力買得起咁大棟屋。跟住佢又補多一句，仲有一樣嘢，嗰塊地上有一間酒館，你要呢啲地嗎？豪威爾話，聽到佢咁講，我個心即刻涼晒。離開之後，佢不斷問自己，我係咪做錯咗？第二日，佢又再去睇嗰棟屋，園丁同佢傾偈時，突然講咗一句，天主教徒已經買咗呢棟屋。豪威爾即刻回應，唔得。就喺嗰一刻，主對佢講，呢個就係我點解叫你返嚟，點解要你買呢塊地，我要你作為我同羅馬教會對抗嘅試驗品。主繼續對佢講，我唔容許羅馬教會喺呢個國家再掌權，引導我嘅百姓走錯路。如果佢哋得到呢個產業，我會對你非常不滿。豪威爾話，嗰一刻我明白，你唔只係買一棟屋，係一場屬靈爭戰。佢即刻同主講，但你冇俾我錢啊！
主回應佢：我唔係應許咗你一他連得金子咩？主再同佢講：如果你相信我，而家就跪喺度向我求呢塊地。於是豪威爾喺小橋邊嘅草地上屈膝跪低，大聲向主呼求：主啊，唔可以俾佢哋得到呢個產業，我要為你得到佢。幾日之後，豪威爾再一次去見愛德華先生，今次對方講得好直接：如果我推咗其他人，你可唔可以即刻同我講定，完成交易？豪威爾其實完全唔明白對方意思，因為佢從來未買過不動產，完全唔識呢啲程序。後來先知道，原來對方意思係要佢即刻簽約，即刻付款。豪威爾只可以回答：我2個星期後由開希靈修會返嚟，再完成呢件事。之後佢就去咗開希。喺開希，神又俾咗佢一個非常奇妙嘅確據，有人邀請佢去南蘇格蘭嘅安姆陸教區講道，因為天鵝海嗰個決定實在太重大，如果唔係聖靈清楚帶領，佢根本唔敢隨便去任何地方。但聖靈指示佢哋可以去，所以佢哋就去了。去到安姆陸冇耐，佢哋住嘅地方嘅女主人史都華太太係波斯前任總領事嘅遺孀。有一日，史都華太太指住佢哋房間窗外同佢哋講：你睇到嗰邊冇？以前有好多新教徒喺嗰度被迫害、殉道。豪威爾聽到，心入面震一震。佢話：呢個真係神嘅旨意，再一次印證他嘅帶領。他要我哋面對信心嘅考驗。第二日，佢哋受邀去卡德諾參加威廉爵士同馬克斯威爾夫人嘅茶會。一到堡，對方第一件事就帶佢哋入一間細房，房入面掛住一幅被框起嘅文件。威廉爵士好嚴肅咁同豪威爾講：我要你睇一樣嘢，呢一份係全蘇格蘭最珍貴嘅證書之一。跟住佢補一句：呢份證書係由新教徒用鮮血簽署嘅。豪威爾話：聽到佢咁講，我全身啲血好似即刻涼晒，因為佢即刻諗翻喺格林德溫，主同佢講過：我要你作為我同羅馬教會對抗嘅試驗品。而家呢張用血寫成嘅證書，活生生咁擺喺佢眼前。佢話：我幾乎企唔穩，每一個用血寫嘅字，好似一支支棍插入我眼裏。嗰一刻，佢心入面完全改變。佢同主講：即使要我流血，我都願意為你流。如果愛德華先生要10000磅，我都願意為你付。佢再講：如果羅馬教會知道後燒咗格林德溫，我都會話呢個係我一生最值得嘅投資。豪威爾話：嗰一刻，我好似進入另一個世界，同嗰啲為福音殉道嘅人相交。佢感覺到一股從神而來嘅力量進入佢入面，將佢原本軟弱嘅身體變成好似鋼鐵一樣堅強。由開希返嚟之後，愛德華先生正式開價6300磅。豪威爾心諗：我原本以為會更高，呢個價錢我可以接受，但主即刻對佢講：唔可以，我應許俾你嘅係1他連得金子6150磅，多1分都唔得。豪威爾話：我喺主面前企咗1秒鐘，等他再講，但主冇再講一句。佢知道自己唔敢違抗，於是佢同愛德華先生講價。對方話：我明日同律師傾下。但第2日，豪威爾冇去揾律師，反而去咗蘭麗一位朋友屋企住咗2日。呢2日佢不吃不喝。佢話：我向神抗議，係你叫我同羅馬教會對抗，點解而家喺150磅上面斤斤計較？之後主回應佢：我唔係為咗同羅馬教會對抗，
先要你買呢塊地咩？既然係我嘅旨意，我會容許佢哋得到嗎？主再問佢，愛德華先生唔係喺我手中咩？魔鬼可以控制佢嘛？嗰一刻，豪威爾心入面開始堅強。佢話，我知道，無論敵人出幾多錢，佢哋都唔會得到呢塊地。返到屋企，佢收到一信，愛德華先生寫，因為你冇去揾我律師，我取消咗我哋嘅協議，我要將呢塊地賣俾一個出價10000磅嘅人。豪威爾話，呢封信冇動搖我嘅信心，因為我知道看不見嘅主親自掌管呢件事。佢即刻回信，我本來接受6300磅，都比拒絕容易，但神清楚同我講，唔可以超過6150磅。之後，愛德華先生回信，我減500磅，不能再少1分。豪威爾話，你睇，呢件事完全喺神手中。簽約之後，豪威爾只有10日時間準備保證金。到約定去律師樓付款嗰一日，佢仲差140磅。時間到，錢未齊，但佢冇退縮，仍然憑信心出發去律師樓。佢到咗冇耐，豪威爾太太急急腳趕到，手上拎住一封信，入面有3張支票，加埋啱啱好140磅，1分不多，1分不少。豪威爾話，我哋只可以低頭敬拜神，但真正嘅爭戰其實係之後要付清嘅餘款。呢個數目對佢嚟講係一個極大嘅重擔，佢從來未處理過咁大嘅金額，而神好清楚咁同佢講，唔可以開聚會，唔可以向任何人開口要錢，只可以單單仰望我。於是每一日清晨6點，佢喺母親屋企嘅小閣樓，獨自面對神同他嘅話語，一路禱告到下午5點，先食第一餐。夜晚，佢就同新結識嘅禱告夥伴湯米豪威爾一齊繼續禱告。呢場爭戰持續咗10個月，10個月嘅禁食、禱告、信心試煉，直到完全得勝。豪威爾話，喺呢段時間，神為我建立咗一個財務上憑信心嘅原則，以後無論買幾貴嘅產業，我都要按呢個原則行。佢提到，係佢之前，喬大鳳、穆勒就係咁樣生活，唔向人募捐，唔公開需要，單單讓神供應。豪威爾話，喺我最難捱嗰段日子，只有2本書幫到我，一本係穆勒先生嘅自傳，佢從穆勒身上學到，神係絕對值得信賴。不過，主亦教豪威爾一個唔同嘅功課。穆勒嘅原則係，未有3/4嘅錢，唔好起，唔好買。但主同豪威爾講，銀子係我嘅，金子都係我嘅。哈該書，主提醒佢，當猶太人第2次重建聖殿，雖然好貧窮，但因為信神嘅應許，神就感動遠方嘅君王供應一切。主對豪威爾講，如果你相信金銀都屬於我，你建造嘅時候，我會供應你。換句話講，應許同現金一樣真。呢個原則，主早就喺小事上教過佢，而家只不過係用喺大數目上。返嚟講格林德溫，第2筆款2000磅，期限3個月。喺呢3個月入面，神藉住好多人奉獻，由5先令到300磅都有。但當佢得咗1700磅時，律師突然打電話嚟，你聽日早上11點要付款。豪威爾話，我一時唔明點解主會容許呢個突然要求，於是佢去咗天鵝海邊行路。當佢經過橋下時，主嘅話臨到佢，要永遠信賴我，因為耶和華你嘅神係永活嘅泉源。佢話，呢句說話好似由天堂而來，佢即刻相信聽日11點前錢一定會到。
佢上火車，搵到一節空車廂，就喺入面跪低禱告讚美神。佢形容，我開心到差啲想跳舞。第二日朝早，果然收到300磅寄錢嗰位婦女後來同佢講，我突然感覺到一個好大負擔，一定要即刻寄呢筆錢。我甚至關咗鋪頭，衝去郵局。豪威爾話，嗰半個鐘，正正就係我跪喺火車上，對主堅信不疑嘅時候。嗰日，佢唔單止付清2000磅，仲剩低18磅。格林德溫原本係查爾斯芬艾頓爵士嘅住宅，包括一棟大宅、8畝土地、一間酒館、草坪、花園、網球場，可以望到天鵝海灣同孟波斯。就喺第二筆錢仲未付清嗰段時間，有人嚟搵豪威爾，我想買你嗰間酒館，加埋周圍4畝地。要知道，天鵝海地區好多年冇發酒牌，單係嗰個牌已經值1000磅。如果豪威爾答應，佢即刻可以解決財務問題。呢個係佢喺學院財務上遇到嘅第一個大試探。佢話，只要我肯讓步，問題就即刻解決。但佢同時好清楚，我唔可以為咗方便而犧牲原則。於是佢拒絕咗對方，將酒館關閉，並且交還酒牌。結果反而得到賠償。豪威爾話，神對所有人都公平，無論係聖徒定酒館老闆。之後嗰間酒館加埋8間房，成為咗信徒招待所。整筆格林德溫產業最後係用信託方式登記喺3個人名下。呢3個人都係同豪威爾一齊操練信心功課嘅同工。第一位係喺天鵝海地區非常有名，亦都極受尊重嘅路易斯牧師。第二位係當時大山煤礦公司嘅機要職員亨格利版菲斯先生，後來成為國立煤礦公司嘅會計。第三位就係豪威爾自己，而原本嘅屋主愛德華先生，後來同豪威爾成為好朋友。近年來亦都為福音事工奉獻咗唔少金錢。愛德華先生對豪威爾講過一句說話，我實在不能把呢筆產業賣俾其他人。當全部價款付清之後，扣除律師費、酒館執照等開支，愛德華先生實際收到嘅金額係6150磅07先令4便士。豪威爾話，正正就係一他連得金子加7先令4便士，1分不差，完全應驗。佢話，你睇唔睇到神係點樣一毫一毫咁精準？到呢一刻，豪威爾終於可以宣告，第一筆產業完成，唔係靠人，唔係靠能力，唔係靠募捐，係靠信心，靠信服，靠神。佢又補充，今日呢個產業嘅價值已經接近10萬磅，而所有債務同抵押都已經完全還清。豪威爾講到呢度，語氣好沉靜，但好有力量。如果神想要一個產業，人係冇能力攔咗他。如果神應許，就算全世界反對，他都一定會成就。而如果神冇應許，就算你用盡方法，都只會徒勞無功。呢一章唔單止係講一棟屋，唔單止係講一塊地，係講一個人點樣完全交出自己，點樣喺恐懼中選擇信，點樣喺冇資源時仍然信服，點樣喺壓力下唔妥協原則。豪威爾用一生證明咗一樣嘢，神嘅應許比現金更真，神嘅話比環境更可靠，神嘅呼召一定會帶住神嘅供應。而第一筆產業就係佢信心人生嘅第一個大印證。主啊，我哋多謝你，因為你係信實嘅神，
你從來唔講空話，你點樣帶領豪威爾，你今日都一樣可以帶領我哋。主啊，求你俾我哋一顆完全信你、完全信服你嘅心，就算前面冇路，就算資源未到，就算環境反對，我哋都選擇對你講：主啊，我願意。求你教我哋唔靠自己計算，唔被恐懼控制，唔向世界妥協，只係一步一步跟住你行，因為你嘅應許一定會成就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，阿門。